近日，社民連成員嚴敏華涉嫌恐嚇香港青年網絡召集人呂志偉被捕。當時，嚴敏華喺出席立法會政改會議之後，喺立法會門外向呂志偉高叫口號。事後，警員要求嚴敏華出示身份證，但係俾佢拒絕咗。根據警察公安條例，大家為咗防止同埋偵查罪行，我有權可以要求你出示身份證文件，你而家出唔出示？如果唔出示嘅話，我會扣留你。你懷疑我犯咩罪先？如果話唔可以講平反六四，唔可以同呂志偉講平反六四，我哋講呢啲説話，你針對佢講咩啊？聽我電話。我針對佢講咩先？你講啊！我冇犯事，點解？你冇㗎，我聽得好清楚啊！大家我拍咗片啦，我同事已經俾咗警告俾你㗎啦。你肯唔肯出示你身份證文件先？咁你識唔識頭先個人先？你咁樣嗌呂志偉？我唔一定要識佢㗎。之後，警方以刑事恐嚇嘅罪名拘捕嚴敏華。我告訴我的親友話俾佢聽，我喺邊個差館。嗱，海防警署就等間 ，OK？海防警署啊！你拉我元朗點啊？講咗啦，交嚟咗啦。唔會㗎，唔會，佢講咗唔會，唔係佢講咗得㗎啦。我將我嘅差館先。得唔得？我將佢差館啦，得唔得？海防警署喂，揸住！我會俾人拉去海防警署，我演員入罪。網民大多支持警方嘅做法，認為警方做得好好，又認為警方好克制、好客氣，而且指出市民係有責任向警方出示身份證。網民又批評嚴敏華等人嘅行為，認為佢哋不知所謂，仲話嚴敏華如果係清白嘅話，就應該大方咁交出身份證。又認為佢哋係同警方對抗緊。有人又話呢一件事同地下電台夜襲商台嘅事係一樣嘅，認為佢哋太激進，而且認同佢哋已經涉及恐嚇嘅罪行。有網民仲話佢哋喺度做緊戲，博宣傳。又批評有人講一套做一套，口講民主，但係就進行最唔民主嘅事。你唔係你覺得係冇必要啊？知唔知啊？你冇可以啦！你咁大個人，我係見證者，我同一個靚妹一齊。你唔好屈佢犯咗事啊！我話俾你聽。乜嘢有乜乜？你又指我有指為證㗎！你唔好亂講話佢咩我嚟㗎！咁多警察啊，乜靚妹我話俾你聽。你哋唔好喺度搞下我靚妹啊！我話俾你聽啊，我記者嚟啊，咩警察啊你哋？佢係咪細宅過嚟？我要保護係啦。有網民仲諷刺社民連，只要俾人拉咗，就自稱被政治打壓，係選擇性執法。嚴敏華最終獲准以500蚊保釋，6月要再到警署報到。